大家好，我係新鮮出爐嘅性安全大使 Ricky。經過一輪嘅龍爭虎鬥之後，我終於打贏咗 Permina 同埋 Kelvin 呢兩個咁強勁嘅對手啦。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愛戴。喺嚟緊呢一年裏面，我有義務同責任為同志們嘅性健康同埋幸福企出嚟。我好驕傲咁講一聲，我係性安全大使。我有信心，如果有你哋繼續嘅支持，我會比 Permina 做得更加好，更加出色。11月24號星期六晚係我加冕嘅大日子，嗰晚有精彩嘅節目同埋有豐富嘅獎品，我誠意邀請你哋嘅出席，一齊去分享我呢一個嘅喜悅。而喺日後嘅日子裏邊，我會到唔同嘅場所，例如酒吧、桑拿咁主持性健康流動攤位遊戲，獎品同樣豐富㗎。到時如果你哋見到我嘅話，記得一齊嚟玩，一齊嚟攞獎品啊！多謝各位嘅支持。